续6年入围到我们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以及呢是我们台语歌手最年轻选 Yuki 的，就来进攻到我们小巨蛋的纪录。还有呢，在主持方面也是非常的优秀，有主持我们的华视星期日这个8点钟优质节目《黄金年代》。好，说到这里，应该知道我要邀请谁出来，对不对？要邀请谁啊？ 这首歌呢，有一个有谢秋水，麻烦大家跟我做一首好不好？来 ，Y M C A， 再次 Y M C A， 好哦，待会呢。 立ち上がれよやめ今飛び出そうぜやめもう悩む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やめほら見えるだろうやめ君の行く先にやめ楽しめることがあるんだから準備好了没？动手接我，素晴らしい YMCA YMCA 憂鬱なの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さ YMCA 一起来 YMCA 分かる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やめ聞こえているかいやめ俺の言うことがやめプライドを捨ててすぐに行こうぜやめ夢があるならばやめ戸惑うことなどやめ何かすじゃないか俺ということだよ素晴らしい YMCA YMCA 憂鬱なの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さ YMCA YMCA 分かる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やめ青春の日々はやめ二度と来ないからやめ思い出になると思わないかやめほら両手
大家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沸腾最高点。再让我们富凯听到你们的热情，好不好？我知道呢，其实，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我们网络上都有呢，这个发了我们富凯很多的资讯，对，知道这个台语歌曲方面呢非常的厉害。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富凯原来其他的语言歌曲也唱得这么好，对，真的有惊艳到。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相信这个中秋连假，富凯一定也是行程满。对，今天特别飞车来到我们的二水，对不对？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同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很受到那个妈祖的照顾，因为呢，我出道8年来，8年哦，我几乎每一年都会这种妈祖的活动。哦，今天妈祖你真正就听你的，真正就听到我们富凯哦，对。有拜有保庇啊。对，今天台端到我哋去拜拜哈，拢有哈。对，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有来现场的，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呢，我们妈祖有特别加持我们的平安米。对，等一下有来的好朋友，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拿到，好不好？对，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富凯特别播控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跟大家同乐。那刚刚第一首歌曲带来这个非常怀旧的这个，算是这个西洋经典，对不对 ？YMCA。那接下来呢，听说富凯还有特别很用心的，就是把很多歌曲把它串在一起，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对不对？因为呢，大家知我唱台语歌，我自细汉拢听台语歌去大汉的，所以呢，我选要大的歌曲呢，是一歌台语最经典的歌曲。我相信大家拢一定会要唱的。对啊，是我的粉丝，大概都知道是哪些歌了。所以呢，待会麦克风递给你们的时候，就大声一点。哇，领取完了，好不好？好，来，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表演，谢谢。好来，第一首哦，你都会跳，我第一句给你，谢谢。
十五，为时而来留意，夜空樱花窗秋风，是残后归依。青春梦，我开窗陪你我的老，可怜晚归啊，再会啊，再会啊。风迷迷，风迷迷，孤单阮在你边，虽然花满满是情情人落水。阮是思念容易，啊思绪无讲起，要讲命心怀疑。这样是。天日是风雨向的落起，路边青青烧着水滴，因心意。青春暗暝，不知自己要行哪里去。遥万里，放多遥想无眠。万里，放多遥想无眠。谢谢。这样子哈，这非常经典怀旧的歌曲啊，我相信这个粉丝大家都很要求呢，太厉害了呀！啊，我还是要考一下大家，他都让我们富凯帮大家来演曲我们这个台语的主曲《拢总有几条歌》，有人知影无？啊，你是4条、5条、4条，总共4首吗？没有啦，这样子好不好？你们可以讲出歌名的话，你们举手可以讲出歌名的话，我就一张海报给你好了。哦，有礼物哦！好，来，好，大哥来，大哥来。来，哥来。哎，拢总哦，4条哦。可怜的什么？可几首？啊，搁有。不敢记起来。一样，大哥，我们有这个精美海报，我们这个许文恒今天呢很用心，所以每个人传这我去嘞，未来3好你好不好？谢谢。好羡慕，你看哦，够欢喜。对，啊，不过吼，今日我们富凯为大家好安排像你这歌曲，我们这个现场好朋友也有一首歌要送给你。哦，真的吗？好。一起唱歌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声点！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所以因为快发行了，对，祝福现场每一位朋友平安健康。然后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健康最重要的。然后呢，希望明年我更有机会当到你最唱歌大家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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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合照好不好？跟我们不凡一起来合照好不好？来，背对大家，然后蹲着。对，好，来，最佳拍摄点。好，一起看我们的镜头哦，小心。OK， 来，1、2、3，再一张，好不好？来，准备哦，看这边哦。OK， 谢谢。在这就为我们不凡的那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说不出明天对不开的爱藏在心田，就在今天。来，后面的粉丝们，赶快要露出你漂亮的脸蛋哦。好，来，副主席，谁有这个 special 的？来，看我们的这个副主席，他想要呢为自己谋求一个福利。副主席想要了。来，合照。来，背对，好，来，再看一下镜头，来，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把你们手上的这个呢，你们对富凯的爱表达出来，好不好？谢谢。有没有觉得惊喜到？哦，好开心，谢谢，因为我下个礼拜呢，我是9月17号生日，所以我一直都在工作中度过，所以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哇，超感动，好多礼物，你看，还有，来，谢谢。还有没有要送礼物的？赶快哦。对，好，谢谢。超级无敌感动，这个不凡一定会回去，这个呢，北上的路上沿路拆礼物，感受大家的心意。我等下上高铁我就马上拆。对，马上拆礼物，好，马上分享喜悦，这样子。对，超感动，因为呢，这个呢是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的这个一点心意啦，希望呢就是让我们富凯在工作之余，也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又感受到大家对你满满的喜爱。大家也是一定要身体健康。对，也祝福所有参与的好朋友都能够事事顺心，万事如意，好不好？谢谢。哇，富凯真的感动到哦。谢谢。对，好，那当然了，我们富凯今天来到现场，刚刚的稍微小惊喜一下，有平复一下心情了吗？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因为呢，因为9月份算是生日月，说这朋友搞归谁意，但是呢，我觉得有粉丝帮我过生日更开心。对，特别不一样，对不对？谢谢你们。再次谢谢所有好朋友，谢谢。10月6号，我讲一下，我10月6号呢，因为我是本身基山人，我高雄基山人，对。我10月6号呢，会等于我的高雄基山开演唱会，免钱的免费，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会当来基山吃冰酒，听我唱歌，谢谢。推广一下哦，在地农特产品，好不好？对，吃冰酒来听我们不谈，听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对，10月6号，赶快记下来，行事历把它记下来，好不好？谢谢。那当然，我们今天富凯呢，刚刚跟大家来互动的时候呢，有发这个海报，就知道我们富凯今天有备而来，还有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要分享给大家。是，没错。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之余呢，可以跟大家互动，对不对？没问题，谢谢。哦，好贴心哇，超贴心的。等一下，我讲一下为啥要唱这首歌啊？玩到有听前奏，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曲。然后呢，是我家己写的歌词。这是一些爸爸妈妈生活中的贵点。把爸爸妈妈的一些生活点滴，对，放到我们的歌曲里面。而且呢，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爱德宫广场前唱歌，这一首歌我觉得太适合了。首歌是好的歌曲。副主席，你待会不要走哦。你别当走。待会不要走，你就站在那边，待会我会 cue 你。是啊，唱这首。你别当叮当哦。你别当叮当。是啊，唱这首《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来，好不好？谢谢。想唱就。来，双手动起来哦。那个在吃饭吗？还是烤肉？
食甲笑眯眯。饮水饮水吐槽是咸酸甜，因为相爱所以无禁忌。衫拄拍开，不管一年四季，心情拢是双双搁对对。枕头顶面全是你的气味，讲是讨厌嘛已经惯势。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保庇，还是天公相创治？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我的世界只有你。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谢谢，来哦，来喽，准备喽。两支喜面小心，一支红，一支青，我下去了。好，还是要小心安全。清风落地天，一顶面霜，一顶我，一顶你。一世人就安尼过日子，来啊，小心！我的世界只有你，可是红线牵到底，小心！是心灵来保庇，还是天公相创治？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不要装，不要装！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那个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来，我们往后，往后，来，有没有什么话跟大家说？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保庇，还是天公相创治？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幸福的滋味。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我的世界只有你。来，给我们的副主席尖叫声一下，好不好？对啊，今仔若无安尼副主席哦，我可能嘛无法度来到这首歌来听，所以呢，歌声搁较大声一点好，来来来。哇，再次感谢我们的莫叔副主席，真的哦，为我们筹备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中秋晚会，因为我们副主席啊，昨半暝啊，拢困袂去，伊足紧张的。你今仔会当困啊吗？今仔安全到好啊困，哦，昨日一直在去讲，什么时阵吼，什么时间哦，什么替代表，什么人会讲，哦，真正就辛苦就辛苦。责任感很重。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我看到哦，这里最好朋友，今日生日这欢喜，我想我们副主席现在心满意足了，对不对？来，再次谢谢我们副主席，好不好？谢谢。来，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唱第四首歌。对。这首歌呢对我来讲啊，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呢，我伫咧明日之星比赛的时阵，嘛是因为这首歌大家熟悉我，叫做《天涯搁在树林上》的一个，谢谢。这次是这个成名代表作。对，谢谢。来，后面一个搁在树林。带手招啊！
上面的考量，恰打给嘴哦，好，大家都可以入境，好不好？都可以入境，非常感谢啦！我们这么多的粉丝朋友，今天从所有各大县市一起集合在我们二水这边，好，也这一次呢要来呢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乌尼妹妹，好，可以来到我们的二水呀呀 say say 快快，好不好？来，我们也一起来感谢好，咱的妈祖娘娘好，为大家系这波比啦，好不好？来也谢谢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来赶快卡好位置，但是注意安全，好不好？注意安全哈。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嘿，
收快，哎，前面3位蹲一下，前面3位蹲一下。来，这一张，好，来准备。花家。谢谢，再次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的副台，谢谢。哇，非常感谢啦，我们那么多的粉丝朋友，今天不远千里而来，而且也帮我们副台一起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好不好？谢谢，让大家小心安全，好不好？再次感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有我们的这个呢副主席为我们的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非常棒的这个助兴我们的这个台语歌手，我们的史副台。